2025年，全國65歲以上的人口達到467萬3155個人，佔20.06%。台灣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，其中國以台北市銀髮族的人口24%外，比例上懸。當人口的結構改變，老大人的佔比快速增加，對真濟長輩來講，出門代表的唔那只是行動的自由，嘛象徵着生活的尊嚴。在交通資源充足的雙北地區，城市交通對高齡者敢真正優先。都會區的長輩要出門，也有啥物看袂到的挑戰？中者無礙的系列報道，帶你深入了解。年紀大，動作慢，腳又不方便，他們就覺得我們很麻煩吶。有時候司機也會說：“那你們就不要出來呀。”出門少了以後，自己少，跟人的互動少，可能也會增加失智的風險。台灣在200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，那台北市的高齡人口比例更加是全國冠軍。每天差不多100萬人次的公車運量內底，1/4是坐歲人。在日常坐車過程，細緻反映出因出國上真實的感受。年紀大了，動作慢，手腳又不方便，那個司機狀況就不是很好。有時候那你按了下車鈴，他說沒有聽到，他也是過站，好幾次遇到。我說我有按，他說他沒聽到，開了，我只好多走一陣回來。我也遇過，有的時候我要推那個輔助的工具，速度慢一點，有的是非常好，他會幫我，有的就不是很爽。當然我也知道賺錢不容易啊，我們也不能想太多。第一，政府已經給我們老人免費坐，已經很棒了。不要想太多了，盡量吧，也給人家方便。沒上去哦，他還沒站好，他就開走了，都會跌倒啊，好幾次都這樣的。哎呀，開太快，老人家都要給我們坐好，他才開嘛。他有的很好啦，有的很好，你要坐好叫可以啦。那他會講你們坐好，坐好，我要開車了。都有好有壞啦。上車幫人家刷卡刷好，我要來位置坐，他就開走。我這樣頓一下我就跌倒，手機開刀，住院有住院住幾天吶？剛跌倒，10天都不敢坐了。當時設計的目的是為了這種通勤通學，所以就會有比如說人很擠，緘默的時候人很擠啊，離峰的時候班次就會減少，又或者是這些司機他常常服務的是這些比較年輕的學生啊、上班族啊，所以他對於高齡者的這個生理的需求或者是動作等等，他可能也比較不那麼熟悉。當然現在慢慢的他們看到更多的高齡者出來，那他們會慢慢熟悉他們的一些行為的形態了。但是過去來講，他是比較不熟悉的，所以就會在服務上面，高齡者覺得沒大心了，不貼心，就是好像沒有同理心等等。對於部分的坐歲人來講，公車服務還有進步空間。針對這個問題，業界當地的表示找方案來打造更加安全和精準的坐車體驗。當然，老人家跟一般年輕人相比，他可能，比方說他的反應會稍微比較慢一點，然後甚至他走路的步伐會比較慢。那所以我們車輛如果是在行進中，我們駕駛要考慮的狀況就比較多了。那可能包含說，即便老人家有抓到扶手，但是因為他抓的力道不夠大，可能如果有個緊急剎車或突然起步，他們也還是會有摔倒的一個狀況。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一直在跟駕駛做教育。老人家上車以後，我們盡可能讓他能夠
停駛的狀況下，讓他可以盡快入座。那入座這樣子在安全方面也會相對比較友善一點。這樣，目前的一個除了公車專用道之外，站位都是在路邊設站，它在離站或進站，事實上都跟其他車種，尤其是機車，會有一個交織的行為。那這一部分在一個混合車流狀況之下，可能會有一個緊急的剎車的行為。那這個時候的話，不免如果說沒有握好，或是說沒有做好的一個狀況之下，的確會造成一些傷害。這一個改善的方法，所以需要的是針對這個靠站的一個環境，也是我們的一個站位能不能做一個更好的調整。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也針對公車站位它的一個環境優化，包含它的一個前後紅線的長度必須在這裡延長，讓整個公車在進站的過程當中可以更順暢，出站的時候也可以獲得更好的一個空間。針對一些比較多人使用的站位，大型站位，然後又有一些違停的狀況比較明顯的，經由公車的一個駕駛的提報之後，並整個會診之後，有做一些站位會執行科技執法，主要是針對違規停車造成公車進站離站困難的一個站位。那目前的話，我們從3月開始已經有5處的公車站位有啟動了一個科技執法。坐公車環境對高齡者來講，佫有真濟挑戰。當出門變甲真困難，有的是大人規氣甘願居佇咧厝裡，長期落來唔但影響生活品質，甚至可能對心理健康造成衝擊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Fear of falling 就是擔心跌倒這樣子的症候群，是這樣的情況，大概發生在我們高齡跌倒過的長者，可能有3到5成。有些長者可能是在一些比較不平穩的路面，或者是在動態的交通工具搭乘當中，可能有曾經這樣子跌倒過的經驗，所以導致他們後續可能就會害怕跌倒，或甚至是不敢再搭乘工具。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會也會害怕出門。那長久下來之後，可能慢慢的他就會覺得身體好像很多其他地方也開始出現不舒服。那家裡的人就會發現說，他對於身體的抱怨變得放大，那看一些事情負向的想法也會變得比較多一些。這樣的社交孤立可能會增加這個1.5到2倍的憂鬱風險。那另外這個出門少了以後，刺激少，跟人的互動少，可能也會增加失智的風險。含人互動是大人身心健康的一項重要元素。交通環境凡事都有改善空間，不過這叫出國活動是真濟智慧人的日常。我今年86歲了啊，那我是個很愛玩的人，我最遠的地方可以說到處跑，有時候沒事情到淡水去坐捷運去，有時候跑到那個什麼中正紀念堂去，對不對？有時候也跑到大安森林去，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去，所以我覺得坐捷運各方面都是非常很不錯。我上次跑到墾丁去玩，也跑到大鵬灣去坐遊艇。人生就是要這樣子，對呀，不要一天到晚坐在家裡面愁眉苦臉，覺得自己好像很不開心似的，對不對？我不出門的話，我覺得我會慌掉了。我一個人不是無所事事了，還是能動就動，盡量動了。我們還是要出來呀，不出來要不在家裡當宅女啊？對呀，還是出來了。我們就盡量要小心啦，要上下車都不好，更加小心一點。對我們老人稍微叫他們給我們緩衝一點時間，不要那麼讓我們感覺很緊張。還有過站了，該聽他說他沒聽到，這個時候對我們來講真是很委屈。城市對高齡者的友善程度，遠遠代表社會文明的關度。在超高齡時代，是大人交通通順已經將做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。根據着衛福部的統計，2024年台灣身心障礙的人口大約725萬人，是總人口數的5.2%。其中65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，就佔將近一半。因為當時面臨着身心障礙甲老化的困境，所以因的生活充滿着挑戰。就算是伫個交通資源看起來真完善的湘北地區，長輩想要自由外出，也是有真濟考驗。
當出門變做一道的門檻，閣要安怎來保障到銀髮輪椅族閃動的權利呢？咱繼續來探討。64歲小七是一位電動輪椅的使用者，逐工攏用這台代步工具通勤，不過看起來真時尚的出門路，對伊來講，每一步攏是挑戰。回去菜市場，從我們家來這邊上班，還有時候去逛夜市，還去做一些小生意，做街賣。就有時候有一些障礙，就是那個摩托車那個亂停，那個斜坡的地方都被摩托車佔據，我們就不能上。他就會繞一大圈才能夠再上去那個紅磚道那邊，因為你走在大馬路很危險，車子很多。有時候那個人行道太窄的話，那個殘障斜坡馬上要轉過去，我們的車子不能馬上轉啊，他就會跌倒這樣下去。高齡化社會下，公車是否友善，攸關長者敢不敢安心出門。我們實際走訪雙北公車，從設備到司機協助流程，是否真正幫助到行動不便的長者，讓他們的出行不再成為負擔？公車就是司機態度不好啊，那個態度實在很差，讓我都不想搭公車啊。我喜歡搭捷運，就沒有這些問題的。他們就覺得我們很麻煩吶，有時候司機還會說，那你們就不要出來呀。我搭好幾次公車都跟那個公車司機吵架呢。他一直叫我不要出來，我說為什麼不能出來？說我們太麻煩了。他是說我們很麻煩。這樣子會影響你搭公車的意願嗎？會，我會不想搭。我是除非不得已我才會搭公車，譬如這個電動輪椅沒有電了，我需要沒有電池，我就需要用搭公車回家，不然我就喜歡自己開車回家。我不要受這個氣。其實整天坐公車的人沒有幾個啦，像我們坐輪椅的沒有幾個啦，真的沒有幾個啦。就態度好一點哦，我們就會踴躍去搭公車啦。我真的不敢搭公車。公車駕駛，我想服務身障乘客本來就是應該要做好一相關的一個服務措施。公車業者也逐步在實施的，如果說完成標準的一個服務流程，包含擺設渡板，然後這個協助這個輪椅乘客上車之後做好固定的一個安全措施，他每趟是會給予獎金。好，那這樣的措施，我想是額外的一個鼓勵。但從事實的一個呈現來看，很多市民都針對這樣的一個行為的一個改變呢，都大予讚賞。我們從民眾來反映說，這個優良的一個表現服務的數量是急劇增加。我們認為說這樣是有相當好的一個改善也是良好的解決方式。公共運輸服務者的態度和行為，凡事當透過制度規範，不過為障礙來自城市本身的條件限制。渡板方面嘛，他們公車好像開沒有很靠近那個台階，讓我們很不好上去。那個坐斜坡就會很陡，就需要他們司機幫我們弄上去。其實他們靠近那個台階根本就不用他們幫忙，我們可以自由上去，自由下來。有時候會遇到，站牌區有違停，讓我們輪椅那個斜坡板不好拉出來，有這個困難，就是我們就可能要找那個車和車的中間停，把斜坡板拉出来，讓輪椅上來，這個比較有點困難。是希望在公車違停的機車或者外賣的或者腳踏車，盡量不要在公車站牌區裡面停着。如果他在裡面停着，公車沒辦法很靠近人行道，對輪椅乘客上下會有危險性。如果說全省所有的公車，只要是讓銀髮族有輔具要上去的，如果是同一個高度，其實每一年政府都有在做這個擴大內需的建設這些需求。你如果從這個候車區去改善的話，每一個公車應該都不需要司機幫忙來拉一些那個斜坡板，那也會減少一些
像司機不友善啦、不停靠啦，甚至於是說拒載之類的一些種種的問題。我們停靠的公車站或者是公車專用道的月台，我們其實這幾年來都一直在去做檢討。有一些當初可能月台設計的高度比較高，我們那個斜坡板沒辦法正常放下，或者是說在站牌區它可能有植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障礙物，去影響到公車停靠輪椅上下的這個部分。只要有發現，就會立刻跟主管機關去反映，那就會辦理會勘，召集相關的一些代表，然後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，看需要做什麼樣的改善。我要下車，結果不能直接上來，不能直接走那邊去，因為這邊有一棵那個大樹，所以我必須走停車場過去。這道建立是改善無障礙交通的重要一步。不過對輪椅族來講，交通寬裕的落實，還有真濟看未到的挑戰。小心小心小心！有一些銀髮族老人家想要出個門，其實很擔心出意外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所看到的，我們有腳踏車的這個車道，我們有人行道。甚至於規劃到機車道，再來就是汽車的行駛道，但是就沒有電動輪椅可以走的。一旦電動輪椅在人行道，就是跟這個行人有意外，那錯的一定是我們，因為法規有明文規定，電動輪椅它是室內使用的。其實在無障礙這一塊，不只是在道路上，不只是大眾的這個運輸工具，都必須要有很多單位共同來商討，才有辦法去促進更好的這個友善環境，這樣子才可以便民。就是以台灣整個來講，相對偏鄉當然雙北算是還不錯的，但是那只是勉強及格而已，勉強及格而已，真正說到好的，其實還是有一些困難。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的外出，都可以增加高齡者他們的這個與社會的互動。那除了自己對自己本身的生理會有一些幫助，就是反正動一動哈。那對他心理跟社會的一個連接，其實有很大的幫助，提升這個高齡者外出活動，這個是一個高齡社會必須面對而且是重視的一個課題。無障礙友善社會，敢若是口號，更加是國家對基本人權保障，讓每一位視大人攏會當出關無阻礙，是社會袂當推卸義務。當街路、含車站，攏將做大家攏用會到的空間，城市才真正完整。